大家好，近期嘅話題咧有兩個好熱門嘅，一個就係穩定幣，一個就係英皇國際出現財困。咁由於英皇國際出現財困係對市民息息相關一啲，咁所以今期我優先講呢個英皇國際嘅事件。英皇國際出事咧，其實係意料中事嘅，因為舊年咧已經睇得到大股東楊受成先生咧私人銀荷包攞咗幾十億出嚟去購買英皇國際嘅資產。又希望減輕英皇國際嘅負擔，但係由於個窿太大，咁到今日咧，會計師咧都出咗一個叫 disclaimer 嘅會計報告，即係冇俾意見。咁咧就呢個咧就觸動咗一樣嘢，就係銀行會有叫 call 窿。咁楊生呢個私人銀荷包嘅舉動咧，我覺得值得讚一讚嘅，因為總比新世界個大股東一毛不拔咧好得多。都算係一個良心大股東嘅。好啦，英皇國際有咩啟示呢？其實可以話俾大家聽，香港嘅房地產係面臨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而呢個問題大到係可以拖垮香港嘅經濟。儘管陳茂波司長喺6月24號同傳媒講，香港房地產平穩㗎啦，會陸續恢復信心，呢啲咁嘅廢話，今次英皇事件無疑打咗佢一巴。因為我3年前已經講過，如果大家有睇我啲片或者我啲文章，香港嘅房地產如果現時嘅環境冇新嘢嘅話咧，一定會慢慢跌，跌到咩？起碼都跌到20%，後來我修正30%，後來我修正到50%。結果我今日講嘅嘢係完全中晒嘅，唔係馬後炮㗎，我從來都唔會做馬後炮嘅嘢。就好似舊年辣椒撤辣嘅時候，好多人話終於都見底啦，有機會彈翻上去。我即時出咗一篇文章同埋一條片，就話一定會再跌，仲跌得再多啲添。理由就係好多地產商等咗好耐，希望呢個機會去出貨，因為佢摘咗好多貨，資金壓力好大，咁一定割價求售。結果不如一如我所料，就係出現呢個問題。帶頭嗰個係邊個？長江。好啦，另外政府咧就喺呢個觀塘裕民坊就話推出商業樓，咁我就話俾你聽，呢個時候根本商業樓係供過於求。商業樓你睇得到甲級寫字樓好多大公司，有啲啊撤退，有啲啊縮細 size，因為而家時代進步，科網可以幫助好多。好多大會計師樓以前每一個 partner 都合夥人都有一間房，後來而家做到咩？好多即係初級合夥人都係咩咧？用一個共用會議室去見客，就冇咗房。咁全部都係咁樣。個甲級寫字樓嘅需求咁低，你睇得到而家嗰啲空置率去到30-40%，咁你就知道我講得冇錯。至於乙級、丙級嗰啲係大部分而家做咗咩咧？醫務所啦、化驗室啦，或者係嗰啲醫學美容啦，或者嗰啲真係美容中心、纖體中心啦，再次啲可能做教育啦，呢啲就已經話俾大家聽，商業樓嘅需求係會越嚟越低。政府仲推出咩商業樓，仲甲級大廈係得啖笑。佢話喺新嘅區咧，作為一個配套嗰個咩發展局局長，我都得啖笑。我唔記得佢個名啊，淨係記得佢好似白韻琴咁。好啦，另外又講緊商鋪，大家都知道而家嘅購物形式好多網上購物，咁根本實體鋪嗰個需求有幾大咧？係陸續減少。而家剩低落嚟嘅實體鋪，你睇得到多數係做咩咧？如果旺區嘅珠寶啦、鐘錶啦，商場裏邊甲級商場嘅就係嗰啲名店啦，跟住落嚟咩飲食。至於其他咧係越嚟越少需要實體鋪嘅。咁我問啦，商鋪點會有前景咧？好啦，又講翻房地產，即係住宅樓。住宅樓，我記得舊年我同一位姓莊嘅地產發展商，佢就同一班人食飯，其中一個朋友就話住宅樓一定冇問題，但係嗰陣時係撤辣啦嚇。咁我話唔係，住宅樓都好大問題。我話因為第一，而家住宅樓咧嗰個投資意欲，我哋買嚟投資意欲嘅人少咗，真係自住嘅咧，除咗靠呢個
父母俾首期之外咧，年青人根本就唔願意供樓，好多年青新一代寧願租都唔想買，就算借錢俾佢，佢都怕孭飛。咁如果住宅淨係靠呢啲所謂剛性需求自用去支持整個地產咧，咁而家嘅住宅樓供過於求添。咁但係如果住宅樓能夠每年都係可以有譬如5% 嘅升幅，呢個係合理嘅升幅，追到通貨膨脹嘅話，我相信仲會有好多人願意投資。但係如果佢係價錢又跌，租出租率嘅回報係得1%，咁我覺得仲邊會有人去買住宅樓投資呢？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住宅樓交投唔活躍，地產商出貨難，地產商揸住咁多樓，如果佢賣唔出嘅話，佢每一日都俾錢嘅，俾咩錢？銀行利息啦。就算你減1厘都幫唔到佢幾多啊！咁所以其實咧，我有個前輩，我做銀行就係佢同我講，物業咧喺好市嘅時候咧，好似食咗塊大丸咁，係咁升係咁升，個個都發晒達。但係喺逆市嘅時候咧，佢就好似咩嗰啲吸血蟲咁樣，佢日日吸緊你啲血，因為你賣唔出，揈就揈唔甩，濕手攞麵粉。咁所以咧，而家就出現呢個問題，好多地產商頭痛就係點樣去出售手上嘅物業，希望回轉資金。新世界、麗新都係呢啲問題。嗱，仲有除咗英皇之後，其實陸續都仲會有嚟嘅，譬如九龍建業啦、遠東啦，遠東舊年嘅所謂負債比率就70幾個 percent，九龍建業130幾 percent，但係今年我下邊1個 percentage 一定高，因為嗰個物業下跌咗。當然佢哋可以用估價師諗下做啲手腳去頂翻住嗰個股價，但係咁樣都唔係長久之法。好啦，我哋又諗一諗，究竟應該點樣做咧？我就認為咧，其實咧，大家要政府要面對現實，就唔好似陳茂波咁日日都話靚，日話香港好，跟住話香港排名又增加咗啊！呢啲咁嘅花巧嘢、花招嘢、形式主義嘅嘢，跟住話啊，我哋股票市場啊，金融市場又活躍咗啊，又有好多前景啊，又穩定幣乜乜乜。其實香港嘅股票市場，佢而家由最低講緊接近14500升到而家回山上去，而家24000幾，咁係咪真係代表香港經濟好咗好多咧？答案當然唔係啦。我話俾你聽，香港嘅市場唔係反映香港嘅經濟，因為香港嘅股票市場裏面大部分都係內資企業、內房、內地企業，所以佢哋反映咩？反映內地企業嘅經濟狀況，唔係反映香港。所以其實咧，用呢個數字話俾我聽，股票升咗幾多點咧，香港經濟等於好咗幾多咧？係完全係廢話，亦都係。如果佢係識嘅，佢就呃緊大眾；佢唔識嘅話，就係佢無能。咁我覺得咧，我哋特區政府唔好再自我麻醉，因為咧要面對現實，承認我哋自己係有問題。你唔知錯就唔會改過。咁所以我覺得咧，陳茂波司長你坐得呢個位咧，你應該有翻少少嘅良知。你究竟仲適唔適合呢個位？你有冇能力坐呢個位？如果冇嘅話，我建議你自動辭職下台，就好過中央揾你落台。另外一樣嘢，如果我相信嚇陳茂波落台，邊個做都唔會差得過佢，而且短期內會帶動一個好消息，就係起碼個個市民都突然間有個新希望，因為而家香港最缺乏係咩？信心，包括對特區官員嘅管理能力、領導能力嘅信心，咁呢個先至係核心嘅問題所在。多謝大家。